的水晶，默默不得你，去水上啦啦，儿人动一动一。陆少华等到你问出搿一句闲话之后，你觉着今朝真的有点唐突。阿姨，侬哪胆子会得这样大？侬哪会得去要求别人家问责，任何勿认得个姑娘问责再碰一个头？哎呀，搿些我脑子里向念头要有计划，但是反去管理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结果等至计划辰光，只觉得搿个辰光长啊，总算搿个叫美姑娘的姑娘离头得来一点，那么定下来着。那就说定了。明天7点，你可千万别忘了。哦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有哪桩事体？嘴巴里向不朗朗说再见，手不朗朗挥，搿个两只脚会得不听自家的闲话，动也不肯动呀。老少华，今朝你是追不透噻。啥体？今朝你搿个门前搿位姑娘，乃是随师里的有家。听众们，搿个啥个随师里有家？所以搿种爱情搿种事啊，假使说搿种事动听了啥个场合？随时要讲不难听，其实搿种事体侪是随时里有因果，所以说事难是难了，随时里才要讲不难听。夫妻哪会得夫妻？那就是因为随时里难夫是妻子离个人，就是离妻子难个人，各位今生今世是为渣为寻渣而来。那么小囡还是这个？那么，咱搿个小囡分养了囡，我搿个养了别人家屋里，养了囡个屋里向，做囡个儿子，做囡个囡，囡也晓得随时里个事体啊。搿个小囡随时里勿是囡妻子里个同地，是离妻子囡个同地，搿屋里今生今世，你是为渣而来。陆少华，但美姑娘其实哪能呢？是为一见钟情，好不容易钻进车子。车门半关上，不舍得依依不舍，拿个车窗哇摇下来，哔哔，美姑娘，千万别忘了，是明天晚上7点，啊，我会先在这儿等你的啊，你可一定要来的，再见，哔哔，哦。你可别搞错，是晚上7点，不是早晨7点。我搿人有点随个喏。哎呀，你不晓得搿个现在男人就是搿个辰光顶睡得汤汤的个辰光。那咱可说定了。再见，哔哔哔哔，一个车子哪开不出去？对门前一看嘛，那个部车子哪是开不出去？啥体个车头顶了个电线木头，哪开得出去呢？面孔非常的羞红啊！车子妖精掉头，望着门里砰窜出去。陆少华开车子啊，前程官司啊，啥体那个些辰光哦，你大堂下搿个小姑娘那个车子望着门前，你也晓得搿个辰光虽然搿条路门前没红绿灯，但是当中往里立好一个人，啥人？红头阿三，所以印度人搿个警察来了当中，连眼睛里全部望着红头阿三背心浪向干上去了。听说不要急，啥体？搿个印度朋友啊，训练有素。你是觉着背后头一股风上来了，晓得不对，往边浪向砰一跳，一让不离让脱。但是你头浪向搿顶帽子忒一大，搿个帽子啊忒大只，跳得实在忒快，搿顶帽子白啷当滚到地浪向，你想心里向要紧步子摸出来，要想超里个航母，搿部车子也勿看见个子。陆少华车子追着。那么我搿个水快起来蛮快，搿部车子开出去，我现在马上要关上里开转来。啥体一小姨过到来着门着压里向，现在说起来
已经是6点半光景，马路浪向3个人来杀，啥人？韩本达老先生、梅伯老先生的孙。今朝姥姥不是来买唱，今朝老先生你搿把琴收一收好，从你搿把琴归外头。但是搿位老先生今朝是啥呢？你是特为来陪梅姑娘来。老先生的心思，你当然晓得。啥个一天夜下去嘛？你老娘家嘛，像啥汉日太子，其实你晓得，第3期的妃嫔，你老娘家搿条命背勿住。但是等到吹海棠追个辰光，我晓得你眼睛里闭勿拢。为啥？那就是为子男搿个囡恩眼睛里闭勿拢。囡恩留下来呐喊背，你伤心事。但是昨日我辣浪边浪向，我看得清清爽爽。搿为啥要看中那梅姑娘子？而梅宝男呢？男对搿位少爷，你心里向懂个子，好妻子，好机会，哪会得把那三姑娘碰上？好机会。说起搿位少爷，屋里向该动的，开支车子出来，动的一句一句，该动的，顶顶妖精就是人。搿位少爷看得出有学问，而是生不相识，说你居然拔刀相助，搿个人一身正气。梅姑娘不晓得你还有搿个福气啊，还是你大理做夫妻，你进至搿家人家屋里向个门当子。崔海棠，你看眼你闭嘴。那么我呢？我是你崔海棠的粉丝，我不该动的，我帮不出啥个忙。搿桩事体，我来帮一帮。小姑娘，你答应啊，是吧？今朝绑腿，那么我随让你个百姓后头，我拉你一记，我退一步，神算好事，就是帮你崔海棠再大的忙噻。看见梅姑娘搿张面孔非常活络，求求你让你开心开心，梅姑娘。大伯，也是2天要下去了，娘家也是觉着搿个气啊，稍微好点。我当你讲，天性搿个辰光遇到人家也是一个朋友嘛，也是搿个毛病。郎君先生实在有努力背出来的，我当你讲。大伯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爸爸的病一定得送医院呢。当然，搿个我也懂呀。但是搿个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讲，有啥个事体，你当我才好商量。你讲。不瞒您说，我昨晚上一夜没睡。伤心。是的。爸爸送医院，我想是不来。本来是想毛厂赚3000块的，昨日碰上乱忙事。扣上去要才3000块，500多嘛了咯。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你讲。是这样的，那位少爷我看挺好的，还开着车出来的呢。我想今儿个跟他开口，开借3000块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来先叫我一个瓦拉地浪向呀。梅姑娘，你让说啥啊？你下巴昂脱了？今朝你打搿位少爷碰头是第2次碰头，刚刚认得第2次碰头，啥么呢？你看看3000块，观众朋友，3000块就是50万人民币。你啥人做得出搿个事体？那个心思姥姥是十分的理解，为之也啥个侪不管事。那么哪呢？还要搭你讲搿个事体是不可能，而且小姑娘你是操之过急。但是有啥个办法呢？你是一颗心，姥姥想实干吧？哪呢？厚点吧，谁厚点吧？还是厚得低，让你去上，假使不你上上，外高头上不上，那是
本浪，我老先生，哦哟，搿种大江湖的本事啊，只有你美姑娘，难让侬说啥啊？还是你说你盘队卢少爷今朝预备开门里只要3000块洋钿啊？不知道他肯不肯？哎呀，你不晓得，我也是想着1要天，我是不好意思开口呀。你去门里只要3000块啊？特色呀！真的？你想3要开着车子出来，屋里向改动的，你开口3000块，等于你看不起的，你应该开口5000。不，我只要3000真的够了。你是3000够了，5000你是抬高里升高，你太多的。还要你定薪，你搬了50浪向，你搬了50浪向。哎，你搬下你刚搬了那是那么看上去来是个，搿每搬一靠我们现在。哦，你面孔浪向露出笑意。那也晓得乐乐搿个里向手指，没几花辰光，得知金陵专家的上头，老先生不是来卖唱的，你要是帮你寻搿位卢少爷，搿位侬不人搿个门里一块一块削开来，里辣浪口，里辣浪张，辣浪排档前吃了里边头，一口门。哎，喂！哎，侬昏头了，搿都是已经来了，侬勿晓得啦？是，快，不想看你不要动气了。不是侬是出来个侬。陈恩公呀？啥人恩公？你哦，我晓得了，卢少爷对伐？对。帮㑚忙啊！啊，一个没问我呀！搿飞看啥么看啦？不晓得老里。老早，那侬讲呀？9号。哦2点钟。2点钟来着？2点钟呀？一个来弄不懂。不是我说你边浪向我听得清爽，夜里向7点半的，你不要寻我开心。我吃了介好啊，都能寻开心啊！真的辣浪里向呀，2点钟呀。是的，我比你2点。去看个2点钟来嘞。哎呦，我来弄不懂，来，你俩侪忘记脱，你俩侪不懂，你年纪轻过来，你俩侪不懂呢。那干嘛你们侪在讲呀？不是，今朝男个压制女个，夜里向7点排队，那下半日2点钟来是应该来。假使说。你定一个到今朝女个压制男个夜里向7点排队，你碰上我搿种急事黑流个朋友，我天不亮我就要去排队去个只。卢少华哪会得2点钟才来？那么你想你昨日夜里回转去，搿个夜天里哪困得着？飞来飞去，哦哟，脑子里向哎呀几花年头呀，是吧？不要去讲你。早晨你起来读书你也没心想。等到吃过中饭之后，趁夜一个不注意，一部车子哔哔哈开出去，脑子里向侪浪想，搿三姑娘身浪向事体蛮奇怪个，行情讲15天为了买仓，那么今朝我计划问题1、2、3、4我要问，那么搿个辰光我搭里排队嘛，总归前吃是吃夜饭嘛，我要请你吃顿夜饭，吃到夜饭总不见得被人家马场赚得来同的，总归是我少爷，那么我总归我，哎呀，不晓得路上我转身骂下来嘛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啥地出来的我也好看，为他西装。哎呀，一只皮夹子辣浪搿面件西装里向，那么难办，有啥难办呢？一个拿回转去伐？不能回转去，你车子开转去要限制，哪怕搿部车子留下来，我难办？分眼位，路上我分眼位，少听么？那个大屋里向个同学，个改动的，你去问同学说我家两个同学，多少爷从来放家动的，那么难办哦！我辣辣动脑筋个辰光。谁不离口径？有叫一家人家，搿家人家门口头砰唱出一个旗子，旗子上头一个字“当”，典当的当。卢少爷当然懂，搿家人家虽然从来分去过，搿家人家你觉得有物事换进去，可以临时调点动地出来。搿家人家这个今朝哪了？卢少爷当头。当天养把物事，要西跨在手头上个小开，今朝要当头了。那么当啥个么子呢？哔哔，要不侬摇搿部车子去打他，再想要西花的摇搿部车子打他回转去个皮也不来摇好，恨透着。一想么原则，身浪向搿套西装可以当2铜钿。再想不来，说的夜里向排队美姑娘，我西装脱，你想啥个样子呢？随后搿个辰光，
这个太阳光啊，而且到手腕浪向养么是棒棒头，唱上梁。啥么子？金表。搿位陆少爷身浪向盖2只金表，手腕浪向下面搿金表。乃是不晓得你搿个袋袋里向还有啥？14开2斤当黄金表。搿只金表么是在拉叉小黄，飞出2根当头，不算数，盖头上头有弹簧，当一轻，嘣，弹开来。搿个里向为音乐，咚咚咚咚咚哒啦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为平台音乐辣里向哦。今朝这讲我是美姑娘，我神通搿爱当头，哇，车子过去到门口头。为啥呀？你阿会得当头不懂不会？到至门口头，我喇叭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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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向播少峰先生因为是总经理来个子，哇，随即起来，人在少呀，人在少呀，人在少呀，人在少，卢少哗哗哗打到里向趴头一路，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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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扒扒扒扒扒扒扒，乖乖头上也趴头在干着，少爷侬今朝到搿搭来还有啥事体？我是来当的。对面当这个喉咙呢，比你还响呢。都说今朝侬要当啥个么子？啪一只金表回上来，一看搿只金表么子在。少爷，侬今朝要当计划同队，喝顿酒就行了。看上去今朝少爷侬落难啊，临时落难啊的。咁蛮好，稍微等一些，整整一些功夫，一张当票50块洋钿，高举在浪向砰传下来。卢少搿种气派，看都不敢打，拿到手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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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外头坐上车子，哔哔啊，赶到金陵专家2点钟，身体坐下来，跑堂啪上来。卢少爷，侬哪里现在会得来个啦？卢少爷，来点菜，菜单让我送上来。卢少，我带你看看，现在侬讲你搞啥个平常心？现在不是脑子里向卡路，侪是美国人卡路。啊，你别忙，你别忙，你别忙。先来杯咖啡吧。卢少爷，一杯咖啡啊，一个来收一杯咖啡上来。吃咖啡不是大家侪晓得，咖啡呢吃得再浓美，冷咖啡没味的。总归是刻薄中搿杯咖啡呢，总归要打我气头。刚刚搿杯咖啡吃得茶坊不多，冷脱个只，跑堂也来了。卢少爷，来得了，你别忙。再来一杯咖啡啊！再来一杯咖啡啊！跟我稍微等一下，卢少爷再来一杯咖啡啊！往一杯是一杯是一杯往一杯，吃到夜里向近7点，搿卢少还要吃几壶咖啡，啊，只有你吃到了要吃19杯咖啡的了，吃得个人乖乖口里向个血往冲来冲去啊！辣辣房间里向你说不定啊，走来多去，多去走来，嘴巴里向朗朗我怎么还不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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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从搿个辰光，只看见搿个门里嚓一动，透进来个头一看，哦，大伯，大伯你来了，梅姑娘她来了没有？老是非要看见你搿张面孔，就听那个声音，搿个声音的速度，你就晓得，那个嘛有2点钟来，等到现在等不及个只，来再，头重新还出去嘛，梅姑娘。2点来了，这来，老先生打到里向，卢少爷，你好，我说大伯，别客气，二姑娘打上了，哟，平常辰光二姑娘来噻，这喉咙几乎能够出哦，奇怪了，就是看见个卢少爷，一个人会得背退哦，来了卢少爷门前一声不响，扭来扭去，卢少爷，姑娘别客气。坐，没办了哈，哎呀，本人家是1位上2位熟的呀，1位上2位，身躯上盖，面孔涨得血红，搭在里向么？罗少爷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哦不，是我来早了，来坐，别客气，大家坐。房间小的一点点，当中台子4只靠背，4个人睡觉，各居一方，身体坐定。跑堂外头，跑堂来个再是辰光了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想不到今朝不得了，卢少爷今朝请㑚吃饭啊，不得了抬举哦，啊，卢少爷。菜单叭拉到桌上来，卢少我带你看看，你阿东了，你靠啥个地方？要就回头刚刚女朋友来，你这个菜单啊，忙什么呢？
你先别急，再来4杯咖啡。搿跑到店里看看呀，西瓜今朝哪见到个咖啡豆，看你多大吃咖啡，赢了10折了4杯咖啡，哇，4杯咖啡。老先生开心啊！啥天搿位是要有身高，请你吃咖啡，马上个吃咖啡，对句啊！阿囡啊，送来份吃过咖啡哇，哈么是上看，不晓得搿个二姑娘你不懂。粗腰，搿个小姑娘你粗腰，咖啡要慢慢接吃，你也不懂，而是拿起来嘛，喉咙把张开来，往里向嚓啷一踩呀，一记头全部下去嘛，阿爹回来了嘛，米的那喊不好吃，苦的，啥里我一边空了腰。虽然搿辰光老先生才看了眼睛里个罗少华，机智也想开口，欲言又止，搿么讲色香你好少醉，哎呀，罗少华，哎呀呀呀，真的不好意思。那么本当呢，想好好叫办呢，刚刚了说，那么而且一做生意，大三元一做生意嘛，而且哪办呢？这样嘛，美姑娘，你辣浪街上，你办楼下要讲啊哈，你都讲，那么等我生意做好子嘛，那么我再来啊，打扫我。罗少华当然晓得，那个位老先生，实想来了帮我忙，我说大伯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不，这真个有生意，一个人要有信用。那么要是大伯你赚不到钱的话，我会补偿你损失的，我要补偿损失了他。不，根本你追吧，啊，你追吧，嘴巴里向让招呼啊，搿种帮忙3个字头，让搿面推过去，对姊妹姑娘，追吧啊，囡啊！啥天叫啥头啪回过来，对自家孙女一看嘛，不对，孙女我2张眼睛闭多少？盯了啥人盯了个路上呀，闭多少？阿囡啊，喂，阿囡这啥个小姑娘平常辰光会说听闲话，过些辰光不听闲话，我不走。少天，你少天不追，我要听。你把这个车不能让代理你会听的。搿个阿爹啊。真的，是为这个美姑娘，我小姑娘的耳朵，自家生女的耳朵，啷一把拎起来，我让你听，哇，吐出去。等到周身两高头追着，你也晓得，罗少华辣浪搿个空间里向，虽然个是自家的屋里人啊，你就轻松着，美姑娘。晚饭吃过了？分吃，上得个心是分吃的，搿么哪饭还刚刚吃过了。我晓得你分吃过，骗我啊！马场侪是不吃夜饭，肯定分吃过。我今朝我是特为要请你吃夜饭，啥天我只金表辣浪店当里向位置呢？跑堂听起来嘛，要紧的。罗少爷，阿是咖啡。当场吃咖啡上头来什么的，菜单我听见菜单跑堂再扎进，要求快送上来。罗少华上海打工资搿里晓得，请到女朋友吃夜饭，点菜当然女朋友点，每个人都点。你不要好个了，搿个哪弄得里去了？罗少爷，怎么？对不起，我不会点菜，从来没喜欢什么就点什么。我真的不会的。那么呢？今朝我来，罗少华是给他是说而有说，再好的菜话，哒，全部赶上去，不能吃到我吃够呀，赶上去。有2只菜，电视机门是有观众朋友，你也吃分吃过，你不要等我老快，你分吃过。2只啥个菜？一只鱼吞四味新娘吃过，一只葱爆醉红娘吃过。丢我这再来一瓶葡萄酒，整整一些功夫，冷菜先挖上来，葡萄酒马上来。我说美姑娘，来，马上。罗少爷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喝酒。你不会喝酒？我从来没喝过。滴酒不沾？我真的不会哦。磨皮趴了磨脚浪向，可是要当心啊！不会喝酒，那就以茶代酒了啊！来吃。我吃不下。不，罗少爷，您别夹菜了。我真的吃不下，我不想吃，您吃吧啊。你讲也有劲了，为此搿顿夜饭，我这金标辣搿面，你看你总那个样子，我想吃，
我是不想，我是你讲也有劲了，你讲，但是真正一些功夫，陆少华才能关照自家。今朝呢，陆少华乃是东道主，小姑娘，你不看你身浪向很多笔听，但是你辣辣马场里一定有啥个事体。啥个？慢慢吃，千万要慢慢吃啊！吃不下那没关系啊，那慢慢的来吧。我说我听你说话这口音，我觉得你不是在上海人，安徽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安徽人？哎，真的是安徽人？是，真是的。别说啥，安徽人是漂亮，安徽人是标致。其实欢喜，别说安徽人，今朝蒙古人也更漂亮标致啊！安徽怎么会到上海来的呢？说来话长。你不知道，我就听你说好了，你尽说好了啊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可是再还没办重要。一夜天分困着，其实里向少。搿个3000块，打难开口，阿土当，不土当。因为昨日看得出，搿位山要对自家有害过。但是3000块，现在讲起来，50万人民币，不是一个小数嘛。毕竟第2趟碰头，只怕我开出口来，搿点害过唐首夫人，搿位山要吓得了从此以后不当我见面。但是天平秤浪向等一等分量。如果我不开口，夜里的送医院搿个1线生机都没拨，所以为之夜慢一慢些。但是讲个辰光，一年应该当当心心。老少爷，没关系。其实我很多事您是不知道的，非不。说我年纪大概相仿，但是他呢出生于2个家庭，你马上就觉着，搿句闲话讲得太重着。这人生有那么艰辛的吗？是啊，罗少爷，我的生死里有主。陆少华里也晓得，你根本就不晓得。但是从你讲闲话搿个口气里向，你听得出，你也唱戏过去辰光有点名气的。崔海棠，那你唱戏，你爸爸那么有名，你就应该在大的戏馆里唱才是啊。水与牛，是与根，其中是岁月来十分明。你是不晓得个陆少华里啥个心思，你要一十分明。哎呀，你讲的辰光也是长了，我当你坐了一道的辰光也是都要，你就从头说起啊。我就喜欢，别人说事我就喜欢从头听起的。我母亲生来容易美，她与弟弟心与深
满地冰空，凄风远。李老郎说啥？你说你个娘非常漂亮。男人可能标志娘肯定漂亮。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君发心歹毒，恰住我母亲，为把弟弟的密码会得下归。啥的？李老是啥？是因为娘的面孔太漂亮，不然有军把看中留下来，啥个努力都娘抢得起，再留下来么努力个也啥个面孔坏脱，你也是有名气个，就是搿啥面孔坏脱嘛，完全一夸人家完全个走啊！老少大学生现在17了，年纪尚轻，你能晓得几回事体啊？正所谓叫分手非分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是啊，就没有法了，就没有是没有王法的啊。那后来怎么样呢？你爸爸弟弟他还去无有家乡去，耕种地的狗寡言，击打地雷与大娘亲，细问妈妈真的是余生呀，我们还家都心大成身。小姑娘几句闲话，看特子搿个16年里向受到了饥荒苦难，那么非要去管理中手好子，搿个人家有出头个日脚个子啊。你们说妈妈约你们到上海来合家团圆的，是。那么你们碰到了没有啊？你碰上怎么来茅场啊？没有，没有。登白之间一三月，妈妈一日也不找了3个月，你们都没找到。是。那你们想没想过回家呢？想回去的，可是到处在打仗，我们回不了。再说了，钱也用完了，资出一用尽，怎能我心灵弟弟他风内送茶去人生。你爸爸把钱都给花光了，没办法，他老人家只得重操旧业，又去唱戏去了。说个男人叫牛目夫子，啥牛目夫子？留下来3年把才讲了了。你爸爸在哪儿唱戏呢？在天长舞台。他是有名的，那天长舞台可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舞台呢。天长舞台再有用，有什么用？他有名，我爸爸，他其实不唱戏的。唱戏怎么又不唱戏呢？他是做一只。老少我一听，这一乍一心晓得不对子，一只什么一只？跳壁虫。跳壁虫，大学生你当然晓得，这个比拟是跳壁虫。跳壁虫，你爸爸那么有名气，他怎么做一只跳壁虫？要吃饭呢，一晚上跳4小时，4小时只有4毛钱，4毛钱。而且我爸爸他还在吐血。你爸爸在吐血，他得的是什么病呢？第3期肺病。你说什么？第3期的肺病？是第3期的肺病。是的。老少我一听第3期肺病的大学生，你当然懂这个是绝症啊！简直急得不得了，急得哪比你自家生肺病为急。你爸爸这病可不得了，得赶快送到医院里长期观察、长期治疗啊！为啥要我送的呀？那为什么不送？送弟弟又去。
来3000块。看来我爸爸他只能等死了。路上我在3月里也摆不下去个子，也好得嘞，村里吃个顿夜饭，吃出大事体来着。梅姑娘，你讲闲话蛮有艺术的。分开看，没拿罗少华加上的，但是等同于开口子，哪来哪办？哪办？我说起来，罗少华拿屋里向改动的，那个爷不是做大生意嘛？那屋里向个铜钿啥个玉器花铜钿，在那发霉嘛呢？听众们都是不晓得，有2个真个改动钿，比发改动钿好几3去。那不相信搿个事体呢，回转去搭爷讲，闲话讲到一半，段浪向来一记拍上3句，啊，你动啥个脑筋？搿个铜钿拿勿出去，好一个戏子。是6内的戏子，面孔会坏脱，辣浪上海第3期个飞平，那个3000块洋钿多起，等同于啥？就肉包子当官，有气无回。爷夫跟，搿么娘呢？娘是没有，我个大娘子是再欢喜，但是娘夫是屋里向个当右派，搿动体侪辣爷手浪向。那么我自家也负责工作，哪行办？搿等夜饭这个吃出大事体来，到底哪行？问责记住。